爷去啊？改革一定会啦，一个我会啦，中国王啊，改革我们旅行老可以办公的工，一我会，个臭女，干啥啊？贵公看中中国王可爱丑，去你到底阿莫中国得意了。一个怎么你都没事情会呀？不，一般看起来挺色情女的，女生干不没可吸引人啊，一般挺人啊，怕改革电话，该做哪呢啊？女安呢？哎那干女生干个不没吸引啊？哦，喂，哎，改革。你现在一女哈，我觉得人家中国干努力，你当兵，我过来做呀。你知啊？我你只能一早成落低嘢啦。佢喂第南模啊，喂冇牌上有啦哇。南毛先好，我说你搞我做你大南毛啊，你给南毛去我是你忙你的大，我明天干我，可是这哪多你爸你搞啊？你好，上到爸啊，我干女啊，退我呢只，我去我定呢只啊，台多都哎你啊，你吹息也啥啊？晒几毛啊？哦，你刚才就台啊，都是因为去我找你，台你话我见你。哎呀，你这才到海关呢？冇嘢係啊！你講喂，興之我那兩半機啊！你講唔着啊？你話我佢半機啊？你講我半條壞機，半你話我？哎呦我的媽！所以係說落去，那麼我說好都麼嘅？哎呀，你真好計咗了！你話我啦，你佢半你話我呀！哎呀，我心肝啊！哎呀，我心肝啊！哎呀！